主持人、各位贵宾、台文通信30档纪念特刊各位编辑同仁，大家好，大家平安。我是郑良光。31档前，我甲几位朋友伫洛杉矶创办台文通信，想袂到今仔日会伫遮甲大家做伙参加台文通信30档纪念特刊的新册发表会。台文通信是一份推广台文普及化的杂志。拄开始的时，阮想讲，若有愈侪人会晓写台文，台语就抢会转来。毋过，这30档来会晓写台文的人增加几若万倍，会晓讲台语的人却颠倒愈来愈少。这问题出伫倒位？敢是咱的台语文有问题？还是过去外来政权国语政策的华语霸权阴魂不散，继续在甲咱吞踏？咱若了解台湾历史，答案就会真清楚。台语的问题是华语霸权霸占台湾教育、大众媒体等等的文化通路的问题，是语言种族屠杀的人权问题。要救台语，就要挑战华语霸权，通过体制外的群众运动来督促体制内教育甲媒体的改革。咱编辑这本册的目的，毋是要讨论这字要安怎写，迄字要安怎写，嘛毋是简单要记录一段静态的台湾语文运动史，是要伫编辑的过程中开始一个网络新世代的台湾语文草根运动。这是安怎讲？第一，这本特刊的编辑团队来自40岁以下的台语青年。2019年，科技青年吴家明先生对高雄来到洛杉矶参加第23届世界台语文化营大会后，伊感觉有需要把海外台湾语文运动的过程整理记录落来。后来，伊就阁招郑德荣先生、纪品志先生、林碧东先生，甲40外位海内外台语青年做伙来编辑这本册，嘛有想讲要甲台文通信的文章拢总数位化落来，而且这个特刊的印刷的费用拢对网络来募集。第二，编辑这本册的过程中，有成立一个线顶台文通信30档读者联谊会。经过一档的时间阶段性的任务完成了后，联谊会改名做世界台湾文化论坛。每礼拜六有无共世代、无共国界的台语文草根工作者按时聚会，伫遐咧联络感情，分享因的工作成果。相信这个论坛以后会当发展做一个较有组织的世界台湾文化议会。第三，台文通信第1期到第142期的文章已经全部搭入面册《世界台湾文化论坛》这个群组。虽然这本特刊简单经台文通信海外时期有代表性的作品，不过这本特刊有编目录，读者会当利用 QR code 伫网络找到要读的文章。数位化工程完成了后，研究者嘛会当利用关键词来找所有台文通信的文章。所以，咱通讲台文通信30档，确实有对着台湾青年语言意识觉醒，甲现代网络科技进步的脚步，进入去一个新世代的台湾语文运动。
追求台湾文化的复兴甲转型正义。感谢所有草根台语文工作者无私的奉献，期望咱所野的种子有一天会大长，成做一丛一丛的大樟树仔，保护咱台湾的土地。感谢大家。